家人的消息，民进党家人市立委参选人张炳君因为牵涉到占领助理费，甲伊的爸母3个人互人收押禁见，就惊讲影响到2024年立委的选情，所以讲有袂少支持者希望讲张炳君家己退选，并且呢该定调现任的立委蔡适应，针对敢是有这个意思要参选，蔡适应呢伊无讲明，不过呢张炳君竞选团队今日讲目前无退选的打算。一起去高雄听听音乐会吧。没问题 ，Let's go。含搜救看到了一位影片，总统蔡英文要宣传7月7日总统府含文化总会要伫咧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作为举办的音乐会来锁定少年族群。不过2020年摕到817万股票，立委实出过半经验，副总统赖清德敢有这个材料，嘛正做各界焦点。是有人要诬陷你还是怎么样？我觉得。随家人立委参选人张炳君涉嫌诈领助理费用押起来禁见，敢会退选也唔知影。不过伊伫面前发出声明，对要退选的消息是无影无迹报道，看出伊要参选到底决心。不过就惊影响选情，即马就真侪支持者向党中央发声，换叫伊来选。1200吃到饱，省很大。两面财政宣传前年可以月票，现任的立委蔡适应今年3月讲未个连任，即马面对可能换将，互选民拢走要来蔡适应两面册，希望伊会当个替党并战，买党中央直接给定调，若除了伊初选民调第2的郑文婷，含家人市议长董主委，拢去点名接棒参选。在未来的国会过半。这当然是对民进党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当然一定会尽全力。好啦，今日当来参选，蔡适应无讲，不过唔若家人和党中央头壳摸咧烧，来看退选的名单。林慧环北市中山北上山这区，议员陈义君有意思接棒；李正和新北永和部分，前议员张志豪含当地里长曾明恩两方点名参选。若声量真悬的鸡排妹会选到位也唔知影。离大选剩半年时间，民进党提名之路是变化真大。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